我就感觉天气真正有凉冷落来，安尼是足大的恩典。圣经讲吼，四季会照时运转，这是一个丰盛的疼痛。所以咱伫上帝恩典内底，咱也还阁会当感觉出来，春夏秋冬，咱着爱会记哩。耶和华上帝甲拿阿所立定的约，伊讲地若也存在的时阵，春夏秋冬着永无止线。了后地面上着要有逐样的收成。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上帝对咱的疼痛。今仔日咱来到伫主的面前，是献上咱的感恩，是将一切颂赞归于伊，也是伫主的面前来这个宇宙宣告讲，咱是属上帝的儿女，咱一生的年日，咱永远的年日，是上帝咧引带、咧照顾、咧安排。所以咱就伫信心内底来感谢、来宣告，甲主三甲同心同行，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纪念你所立定的约，直到如今，耶和华上帝，你拢帮助阮。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你是耶和华立约、守约，并且实现你的约。主啊，阮所以感谢你。今日阮搁再一届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要感谢上帝你的疼痛，也是伫这个所在。通过这个组织，阮按照宇宙来宣告，每一位组织伫主你面前的，是耶和华上帝你所宝贝的，上帝你所看顾的。所以阮伫阮当中，互阮伫主你的怜悯照顾内底，阮勇敢行伫主你的道路内面。你的确要甲阮同在，无论对倒位去，上帝你帮助阮，你赐恩伫阮的身上。阮的服侍，阮的工作，阮的活命，主，阮恳求你圣灵伫阮当中来引带阮，来路用阮，互阮会当诚侪上帝你欢喜荣耀的器具。伫主你祝福的日子内底，阮甲你三甲同心同行。感谢主，听阮的恳求，将荣光归于你。哈利路亚。赐平安的主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对过去到现在，隆重一直陪伴伫我的身边。我感谢上帝，因为你是立约、守约、成就你的约。直到如今，你对阮讲，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你果然是安尼，一直甲阮同在的上帝。你是耶和华尼西。你让阮会通伫信心内底倚靠你，举起得胜的军旗，会当按照宇宙讲，阮是属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上帝亲自引带阮，并且为阮征战，互阮对主领受活命、荣光、得胜、喜乐甲平安。所以，阮今日透过这个组织，阮伫遮来按照宇宙宣告讲。有耶和华上帝帮助阮，阮就的确满有平安。有耶和华上帝来为阮征战，阮的确就会当得胜，并且要得到荣耀。感谢主，将颂赞而乐荣光归于你。互迄个圣诞的日子所吟唱的诗歌讲，将着荣光归于至高的上帝，伊就将平安赏赐予地面上。欢喜伊的人，感谢主，听阮的恳求，颂赞阿乐，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的疼痛，伊的确要继续引带咱、照顾咱。下面咱请工兄来报告。平安，今仔日又然是充满喜乐的日子。伫昨阮中青团队去到安尼佚佗，一路欢喜，感谢阿拉主，因为咱知影伊听因带带领，总互咱无偏离。感谢主。消息报告：第一，恭喜吴祥
吴义祥、陈义璇夫妇的女儿吴宇辉满月，今仔日带到主的殿中，领受祝福，愿上帝赐福细囝伫主的厅内面平安健康成长。第二，今仔日举行年度即时改选，请各位兄弟姊妹守望大道，有备心投票，并请现任的执事伫国语堂后崇拜，一同留落开票。第三，今仔日下午3点，伫乌来教会举行南部教区秋季大会，敬请兄弟同心为南部教区同时间守望祈祷。第四，10月17拜五暗时7点，伫民族路中路教会举办敬拜伫府城特别聚会，敬邀兄弟一同参加。当日城市祭坛将一样参加这个聚会。第五，11月25，要拜六暗时7点到9点半，学生团契将伫教会1楼举办青年敬拜之夜，欢迎兄弟一同参加。第六，12月24要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有意愿接受洗礼者，请向目前同工报名。第七，本会今年度圣诞活动一览表列伫后面的周报第6页，敬请兄弟一同守望大道，有备心，同心侍奉，并踊跃邀请亲友来参加。以上报告，甲有补充报告。这是咱请敬拜团。各位亲爱的姊，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典，咱会当到如今拢伫伊的面前，伫伊的殿中，是出自伊极大丰盛的恩典甲疼痛。邀我上帝讲，因为伊专心听我，我就要拯救伊；伊伫急难的日子呼求我，我就要应允伊。正直人看见就欢喜，见若有智慧的，会伫这事上来留心，会笑脸耶和华的慈爱。咱伫上帝的厅内底，会当三甲做伙敬拜上帝。诗篇安尼讲：上帝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嘴要唱诗歌学乐。琴瑟啊，恁着醒起来！上帝啊，我家己也要极早着清音肃醒起来。所以咱三甲做伙同齐起立来吟唱诗歌。起来荣耀咱的主，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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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你是大君王，也过黑暗死亡，世间生命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上所有，拄起罪恶捆绑，手使我心的我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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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
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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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咱同齐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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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是大君王，也过黑暗希望，世间生灵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上所有，拄起罪恶捆绑，想使我心的我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咱这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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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咱伫做面前，搁再一届同齐来祈祷。咱活着的活命，就是为着要荣耀主上帝。对病痛中荣耀主上帝，对工作中荣耀主上帝，对家庭中荣耀主上帝。咱若是伫病痛，经过上帝的引带，互咱学习，咱的上帝爱咱学习的功课，咱就会当荣耀主。咱若是伫工作上忠心有见识，咱的主就要借着咱来荣耀伊的名。咱若是会晓得伫家庭内底彼此相听，互相扶持，众人就要安尼知，咱是属耶和华的家庭。咱就是咧伫即个混乱的世代，见证荣耀主的名。上帝既然安尼吩咐咱，伊一定会加添教育的快乐、教育的稳定，互咱也会当达到迄个目标。所以咱伫主的面前，同齐开声来宣告，来恳求圣灵甲咱同在同工伫咱的内面，并且互咱真正当达成上帝所要赏赐咱的荣光。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要亲自来荣耀我，主，你讲你要荣耀我，互我会当伫主你的内面来领受你的恩典、你的福分。主啊，阮所有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这个日子搁再一届帮助阮，引带阮，主啊，是互阮是工作上有忠心有见识。全能的上帝，主啊，你掌管世间所有的一切，主啊，你拄起阮的罪恶，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脱离这个黑暗的款式，进入上帝你光明的国度。上帝啊，你互阮会当真做儿女，会当真做祭司，阮会当伫阮的家庭、阮的工作，伫教会，伫这这个服侍当中，来荣耀上帝你的名，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来兴起，阮的灵，互阮会当时时用诗歌来敬拜，来学了你，用阮的工作，用阮的所有一切来荣耀主你的名，主你配得一切荣耀，主啊，你配得一切宽扁，主啊，来学了你，高举你的圣名，唯有你是大君王，你赢过所有的死亡，主啊，我要用阮的心，用阮的灵来敬拜你，我也要将所有一切荣耀、乐乐、宽扁拢要归乎你，唯有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阿门。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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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你是大君王，也过黑暗死亡，世间生灵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上
拍婆啊，将荣敬归予主咱的上帝。每位亲爱的兄弟请坐。荣耀咱的主，的确，咱着伫伊面前，用着信心，按着这个世代宣告，并且来按着这个宇宙讲，耶和华是阮的主，因带阮的迄一位。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看生。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至伊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神可以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实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看生。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至伊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神可以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
是咱的天父。无论你伫偌艰苦的日子，伊是你的天父。人有无能为力的时阵，伊是你的天父。活命会有坎坷的时阵，伊是你的天父。无论伫任何的境遇内底，伊是你的天父。你欢喜的时阵，伊陪你笑；你艰难的时阵，伊牵你的手保护你，因为伊是你的天父。伊要甲你三脚徛起，直到世界的落尾，因为伊是你的天父。我相信，信靠伊的是有福气。阿门。我相信，信靠伊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咱三角起立，同齐来吟唱第3首的诗歌。一生踮伫耶和华的殿中，拍乐敬拜，孝顺伊的恩典。我要踮伫殿中，拍乐敬拜，称颂所生的恩典。想念你的慈爱，述说你的荣光，敬拜到永远。耶稣，耶
要踮你殿中，旁落敬拜清香，所生你恩典。照亮你的主爱，诉说你的荣光，敬拜高永远。耶稣，耶稣，圣洁有光。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踮你殿中一日，脚影放为前日，心好定家己。仰望你的容面，听从你的声音，我的主爱你。耶稣，耶稣，圣洁有光。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耶稣，耶稣，圣洁有光。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耶稣，耶稣，圣洁有光。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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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你的名应该受大恶恼，阿门，也只有你的名堪得受大恶恼。阿门，所以，阮将一切恶恼的声音献予你，感谢的声音献予你，心灵的声音献予你。阿门，愿你亲自监察，并且业纳阮所有一切，口唱心和，弹得卡妙，声音洪亮，所有的敬拜，拢归予你。阿门，主啊，愿你伫阮当中接受阮的敬拜，愿你继续引带你的教会向前行，愿你亲自兴盛你的教会，互安乐圣教会就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诚侪忠心有疼心传福音、祈祷献祭的教会。阿门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阿门。门，咱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恁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
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来兄弟请坐。咱要同齐来启用启文第46篇。我来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咱同心来上赞。虚心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承受地土；腰较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把脚；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因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上帝；互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称作上帝囝儿；为义受困毒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人若因我辱骂恁、困毒恁、捏造逐样歹话诽谤恁，恁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阿免。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因为你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感谢主，虽然有人捏造同样的歹话攻击咱，这世界的人检视看咱感觉足奇怪，但是会记哩，咱伫上帝的国，伫伊的面前是有福气的百姓。咱来看周报第4面，咱要同齐来上读诗篇。诗篇第2篇全篇，咱同齐做来上读，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无算懒散的代志？世上的君王同齐起来，身在同齐参详，为要抵挡耶和华甲伊的受膏者，讲：咱爱挣开伊的捆绑，脱去伊的锁啊！迄坐伫天顶的要发笑，主要起笑因。迄时伊要伫受气中责备因，伫烈怒中惊吓因，讲：我已经立我的军伫锡安我的圣山顶了。受膏者讲：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捌对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使你做基业，将地极使你做产产。你要用铁拐拍破因，你要将因亲像摇枪的下气削碎。即马恁君王应当称我，恁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着存行行侍奉耶和华，又搁袅袅带来快乐。着用喙深囝，恐惊伊发怒，恁着伫道中灭亡。因为伊的受气今的发作，见若投靠伊的，拢是有福的。咱搁再一届三甲码头来祈祷。赐稳定平安的主上帝，阮今日搁再一届伫你的殿中，阮恭敬恳求圣灵运行伫阮内面，运行伫这个会堂内底，互主上帝你亲自来启示阮，互阮有知识领受启示的灵。上帝，你对天顶启示的话语，伫阮的灵魂深处，诚侪尊敬上帝话语的力量甲尊前，通叫阮的年日伫地面上，亲像伫天呢，也互你的旨意伫阮的心上无受哪杂，乃是隆重会当完成。愿恳求圣灵亲自来教示阮、启示阮、得着阮、路用阮，通互阮会通甲你同齐进入你的阳光内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来安尼感觉哦，用要规个月无看到兄弟姊妹安尼。我有一个礼拜去红山，了顶礼拜搁去高雄新教会。听讲顶礼拜的时阵吼，咱的上星吼得到金钟奖安尼，实在是真感谢主。啊，搁有一个恁爸出现呢，哎，无论伫倒位，上帝听甲咱同在。你知影教会是摇花上帝的，是耶稣基督的。无论咱伫倒位，牧师伫外口，你犹原是上帝的囝。你出去到伫外口，你嘛是犹原是上帝的囝。所以牧师定甲各位讲，你若是外出的时阵，你着邀请你的朋友，带着你的亲情，甲因邀请讲，无咱先来做礼拜，咱才做去佚佗。所以无论伫倒位，摇花上帝甲咱同在，伊是荣耀的主，堪得受一切的恶乐。圣经内底讲，咱爱侍奉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伊堪受一切恶乐甲敬拜，这是对的，嘛是好的。总是伊又搁甲咱讲，啥啊，咱着爱行行摇摇带来侍奉上帝。我顶礼拜的时阵，倒来有看到红山圣教会朴文牧师伫咱当中正道。了，我着看到伊正道的时阵，伫当中呢，因为朴文牧师吼，伊大部分拢会徛伫这个所在。当伊徛伫这个所在的时阵吼，我最近的时阵，我看到的是咧看迄个转播时，迄个重新看的时阵，我看到朴文牧师吼。边仔遮有去用翕到，原来咱遮已经装一个啊，你知无？有看到无？乡亲？有啊，有看到遮哦。你若无，你看无书记啊遮？有看哦，咧记着啊。所以哦，牧师爱行行摇摇带，你知无？万不离伫遮哦，做啥物小动作哦，都要翕到，安尼知无？但是哦，小哥这里敢是当360度转动吗？来哦。360度转动来，即马该越过兄弟姊妹遐来，甲你翕一个特写咧，甲越过来，我看会过无来？真正咧越来你看，你越过啊，好来，甲翕一个兄弟姊妹，甲翕一个特写咧，甲伊倒起来遮来，倒起来遮来，来爱看咧爱看，来，准备啊吼，要袂吼？来，有啊，来，紧来举手，一个，乡亲啊！了的时阵一个囡仔吼，伊安尼看到的时阵因为唔係，一个阿嬷吼，看到这代志吼，看到安尼咧握咧手的时阵，伊就赶紧敲电话，甲因孙讲：孙的啊，阿嬷上电视啊啦！对啊，阿嬷上电视啊吼。所以少爷哥哥吼，你。等下的时阵看到一位兄弟姊妹上介认真咧做礼拜的时阵你来翕一个特写，知无？来互伊上电视安尼哦。我要甲各位讲的吼，就是咱的画面内底吼，其实圣经讲安怎样？摇花上帝对天观看，超找遐对伊心存诚实敬拜的人，要祝福因。但是对另外一部分来讲的时阵就是亲像今仔日的讲题，所以咱着爱安怎？伫上帝面前存着敬畏的心来生活，唔好乌白做歹，唔好蓝衫做。所以伫这个所在圣经是安怎讲？咱着行行摇摇带来侍奉上帝。咱的人生定定活伫真济行行内底。讲到卫生纸要欠费啊，安怎？明仔载好事多好事多呢？拜托明仔载好事多都无卫生纸通好卖你，就是安怎扫了了大家人拢去扫卫生纸，恁兜是也欠卫生纸呢？所以扫甲呢，搁再来呢，有一寡人伫电视也是伫媒体，也是广播，也是新闻，了因就讲。即马啥物人一定会对，啥物人袂对，
还是讲啥物人已经得足济票，一定会得足济票啊。所以要有另外一个卖输甲遐歹看，所以咱就选迄个人，就加减一寡票予伊。结果原本应该会得的，怎安怎变做袂得，所以就安怎但是真侪人就知影这是咧带风的方向，但是安怎无人会出来阻止。另外一款情形是啥？古早其实一直甲清朝的进程伫当中人感觉安怎啊？食塔马豆番茄会安怎？会得到盐的中毒。偌久的时间呢？有200年时间啊，拢总无人敢食。你知影是安怎？迄个塔马豆无人敢食，因为塔马豆青青的时阵你毋通食，伊有一个叫做龙葵素，所以你食起来的时阵会感觉腥腥。了后迄个会一个青味，迄个青青的青味食落食伤济真正会中毒会吐。迄个做龙葵素，所以塔马豆若还袂断点红进前，你千万毋好食。食济的时阵会安怎破心会吐出来。所以但是真侪代志你甲看这代志的时阵就是安怎？即款物件做集体错觉，就是你伫当中袂，就大人拢安尼，所以咱安怎？咱安尼一定毋对。别人拢安尼做，结果的时阵你伫迄所在看别人拢安尼做，所以你会惊一下讲，我是毋是毋对去啊？所以伫当中这有这集体错觉。啥物有这集体错觉呢？集体错觉有的时阵是咱看到人安尼做，有的时阵是明明知影是安尼，但是咱的心有互人明明知影是别人咧带迄个方向，咧甲你影响，讲白差咧影响你，但是咱你会惊，家己对家己无信心，或者是对上帝无信心，到伫落尾就变做即款。啥物这有这国王的新衣，这就是上界大的集体错觉。你明明知影国王敢有穿衫，无穿衫。了后时阵遐做衫的人甲伊讲，国王啊，我甲你做即领衫啥啦？爱上界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才看会到。这皇帝毋承认家己无智慧无聪明，所以呢，明明都无衫。彩虹书伫个身躯扭来扭去，然后佮家穿看，有看无水无？水敢若啥咧？结果的时阵，脱北地去踅街，要互人看伊所穿的新衫，一直到上落尾，一个细汉囝，一个细汉囡仔起来甲伊讲啥？你甲看讲无穿衫？迄个时阵是啥？这叫做啥？这个集体错觉是人所做出来，但是大家人拢无爱承认家己毋对，原因是安怎？是因为毋知影家己对啊毋对。人若无真理伫伊的心内底，伊的人生就会对着世界来行。所以咱的人生一定要有真理伫咱的内底，真理伫咱的内底，咱就无地够惊吓，因为咱知影咱是咧做啥物货，是为啥物来做。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对咱提醒这个代志。圣经讲外邦写书争闹，万民写书无算滥散的代志，并且是啥？这代志是对着下骹面一直称倒起来对万民到倒位，到君王，所以是百姓咧影响君王甲万民。今仔日的世代内底选举嘛是安尼，敢毋是？百姓伫迄个所在选一个王，了后这王安怎甲百姓同齐做歹，有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地上的君王、万民三甲做伙联合起来，但是因联合咧做啥物代志？伊毋是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因咧谋算，因咧拍算，因咧计划，计划啥物货？计划要伫当中三甲做伙来抵挡耶和华上帝伊的受膏者。这百姓同齐做伙组织，因同齐做伙伫迄个所在做真济代志。上帝互咱三甲做伙组织，为的是啥物货？今仔日咱感谢主，咱伫遮同齐组织是做礼拜。将阳光归予上帝，将着咱活命的水的好，就是咱伫软弱当中，上帝抑阁悠然照顾咱。就是咱伫富足的时阵，咱会知影上帝亲自赐恩予咱，所以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安尼咱的组织就有伊的意义。昨的时阵，上清同齐做伙出去佚佗，虽然就是伫咱台南
管市尔，但是安怎，大家人非常的欢喜。其实吼，真久吼无食到迄沙膏鱼头吼，我只有20年无食到沙膏鱼头，啊实在就是干那一粒鱼头尔，无啥，我食甲遐欢喜奇怪。哦，啊，总是安怎，就是三甲自执欢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发咱自执是要分享，是要关心，是要三甲做伙敬拜。但是，迄个自执是为着要扩张上帝的国，而迄个自执是要分享上帝的疼痛。所以，咱自执毋是为着人的心意。咱的自执有一个目的，是为着上帝的国度。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咱的自执是为着上帝的国度。甲伊讲，甲伊讲是为着要分享上帝的疼痛。阿免。所以呢，这个自执才有意义。但是外邦的自执是啥物货？因讲来呀，咱同齐做伙抵挡耶和华。抵挡这个字真有意思。抵挡的意思，这字是啥物货呢？抵挡的意思吼是讲，我原本伫1楼，了我安怎爬去2楼，了我对2楼，佮爬去3楼，伊安怎？伊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我现初时吼读册读1年的，了我开始过来读国中，我即摆学算术。1加2加3就6，了我开始学乘法，1乘2乘3等于6，了我开始学方程式，了我学微积分，这有这向上，这有这抵挡啊！你有发现这个字真有意思无？伊其实伊是安怎？一直去，一直去，一竿一竿一直去。但是，迄个一竿一竿一直起是啥？是为着要抵挡哦。就是讲哦，我无爱互算术甲我看捌去，我无爱互问题甲我看捌去，所以我学习真济方法，一直起，一直起，我会愈来愈有能力。这个字真有意思，伊用伫好的方面，就是我抵挡我解决问题。但是这字用伫遮的时阵是真恐怖的代志是啥？伊讲啥？咱起来抵挡耶和华甲伊的受膏者，了后是啥？我要亮开，亮开的意思是啥？是甲伊救落来。那安尼，咱将2节的经文读做伙的时阵，就是我愈来愈熬，是为着要甲上帝救落来。你有看到今仔日的世代无？今仔日的世代就是安尼啊，人愈来愈熬，了后咱就讲一句话，讲啥？人定胜天，有无？咱一定会比上帝更较熬。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真可怕的想法，嘛是真笑亏的想法。咱掠做咱人会当做啥物物件，做甲足厉害。上帝赏赐咱聪明智慧，是要互咱解决问题。就亲像咱养饲咱的后生查某囝，是望因会当做好囝。无想到落尾的时阵，咱年老，就抑阁一口气咧，伊煞甲咱讲：哦，老的你若较无爱较紧行咧。所以，这个伊虽然是往着顶悬起嚟的，但是因的目的是要甲上帝救落来。今仔日科学愈来愈发展的时阵，真侪遐人受到魔鬼黑暗权势的影响，因就是要甲上帝救落来，因就是无爱承认上帝。但是你无承认上帝，上帝敢就无伫遐？亲爱兄弟姊妹，当这些人拢总做伙的时阵，因三甲伫迄个所在选择抵挡上帝，但是咱敢就真正应该徛伫迄一边？遐无受到注意，也是无人讲的遐题目，也是无伫榜上有名的人，敢讲因就是无路用的？咱来斟酌注意这样代志。
日本一个作家或者坂井丰贵，伊写了一本册讲，真侪时阵咱伫咧选举，或者是讲咱咧做多数决的时阵，其实伊伫迄个所在，才是真正玩弄了真正的民意。多数派意见伫多数决内底，敢真正有斟酌多数派的意见？恐惊有的时阵，咱是受惯势习惯，甲咱影响，结果咱做出错误的决定来。诺鲁是一个国家，伊对着1972年开始使用一套的选举方法。迄个时阵的司法部长号做东达尼，所以因用这个选举的方法来称作东达尼计算方法。伊伫这当中啊，东达尼的计算的方法和多数决有真大的无共。即使若是将多数决看作第一顺位1分，第二顺位以下拢总0分。那安尼即款的比例的分数真容易比较。我江伟兄了甲苏英杰，若是有10张票，阮伫其中来受选，安尼就是阮要选一个，安尼若是无我，也是无江伟兄，也是无苏英姐，阮就是3个人选一个，安尼若是你选苏英姐，表示江伟兄甲我拢总是0分，敢若苏英姐1分，安尼阮2个拢0分。但是人敢是一定毋是1分就是0分呢？敢有另外一个可能是，江伟兄是1分，苏英姐是0.8分，我是0.6分，有这个可能性无？有哦。所以咱得斟酌注意看。比如讲，今仔日要开会，那么呢，耶路撒冷大会内底要开这个开会议，了要选什么人做后届的主席？彼得、雅各、保罗、约翰、腓力拢总出来选。彼得1票2票，啊了后3票，伊得3票；雅各1票2票3票4票，伊得4票；保罗得1票，伊敢若1票，因为了后约翰得1票2票，安尼2票；腓力伫咧所在1票2票，安尼就是啥？安尼就是雅各得4票，啊了后安怎？伊当选，因为即款的计算方法就是，你若是1分，其他的人拢总啥？拢总0分，所以用安尼算的。这是咱传统的，就是今仔日咱咧选举，所有国家大部分的国家拢总是即款选举的方法。即款方法敢真正是民主呢？有可能，其实咱是伫习惯内底用安尼来计算，但是实际上咱无真正表达了咱心内底的意思。咱即马家看哦，我单拄讲的，蓝色的这个部分，拢总是单拄遐个票数。但是呢，我即马毋是安尼算，我即马是甲1张票，一个人甲伊当做5个分数，就是讲伊是1分。安尼是伊，就是有分做5种分数，一个是1分，一个是0.5分一半的分数，一个是0.3分，吼，啊，一个是0.25，就是4分之一，一个是5分之一。那么伊安尼来算分数的时阵哦，你伫这个所在安尼计算的时阵，比如讲彼得伫这个所在得1票，了后这个2票，但是你家看讲哦，因共款。但是伫这当中，伊伫迄个所在配票的时阵，配到落尾，保罗伊虽然1分的吼，歹势，伊1分的干那7票，但是伊其他的所在拢总是偌济，0.5分，0.5分，结果上落尾伊得几分？6.5。伊毋是足侪人介意伊的，伊是第2顺位，但是全部的分数拢总算起来的时阵，发现保罗这个人能力毋是上好，但是伊上有任何的气力。彼此互相帮衬协调的能力上好，所以到伫落尾即款的选举方法出来的时阵，安怎？真正的民意其实是保罗，伊毋是上高的，伊毋是足侪人爱伊的，但是伊的人和上好，伊有协调的能力，所以到落尾变做啥？伊当选。这就是当等你伊的选举方法。
亲爱兄弟姊妹，我感觉这个选举的方法，其实较符合真正实际的情形。所以咱今仔日爱三甲做伙斟酌，有的时阵咱是有惯势甲咱拔掉的，爱真正谨慎来避免多数决，有的时阵会迷糊了一个团队当中的意向甲使命。张忠谋啊，台积电的老董事长、前董事长，伊讲一句话，伊讲多数决伫一个团体内底，若过头受挪用，伊真正意见就无法度产生开力。无咱即马来做多数决的，今仔日吼，哦，对，来食饭，来食饭。来食饭，咱今仔日吼中昼吼算来有啥？算互民工兄来请。好来，赞成的人举手者，拜托诶。哦，你看吼，你看吼，遮济人，这就是多数决啊，你知无？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斟酌吼。所以上帝是安怎会伫迄个所在发笑，伫迄个所在讲，哎呀，恁遮的人。上帝是安怎伫迄个所在笑？有诶时阵，你甲斟酌看。我若年后即个钓到即个天狗症吼，阮去看医生诶时阵啊，医生讲牧师啊，这无药医呢，这无药医呢，就是干那啥啥，甲你用，互你退烧，用互你莫遐艰苦，啊，干那会当靠你诶气力一直赢过，一直赢过，建设起来安尼尔。有的人吼是一礼拜就好啊，有的人是2礼拜就好啊。医生甲我讲吼，介后拖吼拖3个月呢。啊，若搁较艰苦的，有的是怎袂记哩倒转来呢？所以就是讲，你讲你吼，你讲我足厉害，飞天的钻地，我跟你讲，上帝讲啊，无一只天狗这，一只蠓啊，尼甲你定者尔，就安尼尔呢。啊，无安怎对无？就是一只。蠓啊，甲咱定着呢。圣经内底有一个人吼，足有演讲，佫是一个国王。迄个演讲哦，非常的好，甚至哦，下骹遐百姓拢甲伊拍破，讲好，真正是上帝借着你讲话。伊就讲，甲打你才知。结果隔空去哦，一只虫夹着，安怎啊，就带起来啊。正人的掌声，无法度救赎一个骄傲人的死亡。爱真细致啊！耶稣讲啥？逐个人拢讲你好的时阵，你爱较细致咧；逐个人拢讲好，你有够赞，你有够牛的时阵啊，爱细致啊。因为咱真容易伫骄傲当中迷失了家己，所以时间久了，人感就会变上帝。科学一直聪明，愈来愈厉害，人会飞起到天顶，伫空中。了后，咱就想讲，咱就得出一个结论：宇宙咱人会当控制。凊彩讲咧，你毋控制互我看。咱逐工拢咧用粪扫，即摆粪扫吼愈来愈济，含你食的吼深海鱼啊，都拢验会出吼，深海鱼内底鱼肉有啥？塑胶粒啊！咱人介厉害，厉害啥？厉害制造问题啦！这就是咱人。时间久，咱就会变上帝吗？袂。所以上帝第一个所在就是爱笑啊，恁遮的人啊，咱遮的人啊。圣经第一个所在讲啥物话？讲亲爱兄弟姊妹啊。耶和华上帝讲：我要伫受气当中积避因啊！我要伫烈怒当中行黑因。讲我已经入我的军伫锡安，我会胜算了。上帝的审判会来。当咱人，你知影，含外邦的人都知影一项代志：世间是照人大的。阮昨伫要去看迄个所在，要去三文水库游览的时阵，了伫迄个游览车顶悬内底有
报上迄个齐柏林吼的迄个影片，看见台湾。吴念真吼的旁白内底讲一句话，讲今仔日咱拢讲，咱的拍拼奋斗，是为着要甲咱的囝儿孙后代备办一个更较好的将来。但是吴念真吼，迄个旁白讲下面的迄一句话，伊讲：恐惊这是咱上界恐惊这是咱掠夺万物的借口，就是咱抢夺万物的借口。等到咱的后代来接受咱的江山的时阵，可能是遍地拢总是受伤、苦楚的所在。咱住伫上帝照咱大的所在，结果咱甲上帝所创造美丽的爱殿园，舞弄甲亲像粪扫堆共款。上帝敢毋免留啊，甲咱整理一下？所以诗篇的作者安尼讲：我已经入我的军敌锡安，我的圣山顶。我要伫怒中责备恁，要伫烈怒中行吓恁。恁着爱斟酌细字。咱人爱有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毋是人惊天会砍落来，危机意识是咧看到有可能的问题甲代志，安尼咱着斟酌去想看卖啊，应该爱安怎样啊正确来面对。如果上帝甲咱讲，你舞弄我所创造的地球世界，你爱赶紧停止，无搁伤害伊。咱若毋听，你的厝借人大哦，搁是无甲你收厝租呢。你的厝借我大，搁无甲我收厝租，结果我甲你的厝当做我家己的，我甲你借我哦，恁兜迄座吊顶吼，迄一座顶吼3万块，我甲伊拔落来，我去摕去卖古物商卖3000。了后时阵哦，你借恁兜迄个装迄个吼液晶的100寸的电视，我原来甲拆落来，摕卖歹当旧色，卖500。我甲你厝的物件用甲歪高市煞，应该会当别个拢800去卖。你敢袂为着这个代志真艰苦心、真苦恼吗？上帝甲世界地球照咱大，但咱该经营甲变什么款？上帝予咱有70年、80年、100年的生命，但咱甲咱的生命经营了变啥款？咱的生命投资伫倒位？圣经讲，受膏者讲，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捌对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仔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将列国赏赐你做基业，将地极成做你的产产。上帝讲，我赏赐予你，予你有能力，予你有权能。我赏赐予你，你会用铁拐来拍破伊，你要将因亲像腰枪的下气来削碎。今仔日上帝的公义永远存在，伊伫这当中已经立定伊审判的日子。有人问讲主啊，迄个日子当时要到？主耶稣甲因讲，迄个当时要到，迄个日子当时要到，你毋好看心迄个代志。咱爱看心的是咱是毋是有备好咱家己。当主上帝判断的日子，随时来到的时阵，咱会当随时伫伊面前讲：主啊，你交代我的代志，我拢有该做互伊好势。所以圣囝耶稣伫迄个所在，伊读在捌上帝的道。亲爱兄弟姊妹，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这是真的。
有知识会当解决真侪代志，因为有知识，所以医生有法度看咱的病；因为有知识，所以咱伫软弱的时阵，咱会得到想办法安怎样解决。因为有知识，所以咱会当做出医啊；因为有知识，所以咱会当做出即个这个啥摄像头，会当做录影机。咱有知识有智慧，这是有影，这是事实。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受膏者讲我要传圣旨，耶和华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咧生你。这唔是透过学习，这是透过直接上帝的启示甲传承。咱若是相信上帝，咱就是真做上帝的囝。你就有上帝的能力甲本质，迄就是一款的启示。启示会超越过知识。我有甲各位分享过一个代志，就进前这个2、3日要去国家祭坛的迄个日子，10月28。了有一位姊妹伫迄个单车的时阵，就走来甲讲牧师，你顶礼拜的时阵哦，有祈祷为着泌尿系统会困扰祈祷。伊讲牧师，多谢你的祈祷，因为伫你迄个祈祷内底，我迄个源头就已经得到医治。迄个姊妹讲，伊对头来毋捌有即款泌尿系统的问题。迄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困扰伊几6天的时间，真久长的时间了。伊讲，就感觉安尼吼，真袂舒适。但是当迄一天祈祷的时阵，伊就发现了有一个源头已经清去。一直到迄一天阴暗伊倒转去的时阵，伊想讲阴暗知好势无？总是伊感觉讲已经好啊。所以迄一暝的时阵哦，伊就真正困真正有困过暝，拢总无去起来变数。咱将着阳光归予上帝，咱拍破将阳光归予上帝。我要甲各位讲的一件代志是啥物货？其实迄一天的时阵哦，伫咱咧唱歌，伫遮做敬拜的时阵，我伫迄个所在就感觉讲上帝啊，是毋是你今仔日有啥物恩典要赏赐互人？我就甲上帝祈祷，然后上帝就甲我讲泌尿系统，泌尿系统。我连续3摆求问。上帝就伫迄个所在甲我讲，所以我就怎起来宣告这个恩典。我要甲各位讲，咱的主，咱的上帝，无一定会伫啥物时阵医治咱全部的人的病痛。耶稣基督伫地面上的日子，伊毋是逐个人拢总安怎该医治。耶稣基督伫迄个时代内底啊。有真侪人过身去，但是毋是逐个人拢对死过活。圣经敢若有3个人尔，对死过活。睚鲁的查某囝，佮另外一个就是马大伊的小弟列撒罗，佮有另外一个是寡妇的孤囝。耶稣敢若互这3个人对死过活，并毋是伫迄个时代死个人拢对死过活，无。上帝有伊的绝对的权柄，但是伊什么时阵启示，什么时阵上帝就会当借着咱人来做这医治甲祝福。所以启示会超越过知识的溃烂，咱爱追求这个代志。圣经讲，耶和华上帝对伊讲。我要传圣旨，迄个圣旨是直接对上帝所来的，毋是咱的知识会当去累积的。知识会当累积，互咱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会真有限。但是上帝启示你的时阵，伊就会当做伟大的代志，就是上界软弱，就是亲像使徒行传内底讲。彼得甲约翰，因讲啥？因原本是无知的小民啊，
但是竟然有法度，互迄个变衰的人爬起来行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同齐来学习怎样追求伫上帝应允内底来向前行。咱一该的确着爱赶紧把握这个救恩。咱若无把握甲上帝同行，就真容易伫咱的成就内底，毋是无成就哦，会有成就。咱会容易伫咱的成就内底袂记得起上帝，就亲像圣经内底有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有一天的时阵，伊徛伫伊巴比伦所起的空中飞航，伊就伫迄个所在讲：看，这是我用我的手所建立的王国啊！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就对伊讲：尼布甲尼撒啊！你的权能离开你了，你的能力离开了你了，所以伊就伫迄一天开始，食草亲像野兽共款，安尼有7年久的时间，一直到伊重新承认耶和华上帝的名，伊讲对安尼爱敬畏耶和华，但以理的上帝伊的名。亲爱兄弟姊妹。毋是咱的成就，上帝怨妒咱，是咱无承认一切的源头对上帝来，递到咱这的对立，递到咱这的当中，失去上帝的祝福。最大的祝福，上界大的罪恶是啥？人类上界大的罪恶是拒绝承认做伊的上帝，这款就是等于甲家己的性命安怎？就亲像咱的手机啊无电啊，咱个对安怎？对插电迄个所在，甲伊扭出来。咱暂时得有电，但是咱若无个插倒转，咱就永远无电。你就是互伊伫手机啊吼iPhone 20的啦，嘛是同款无路用，伊就是无电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是罪恶上界大的罪恶，就是拒绝承认做咱的主。一个人为非三做，伊若晓上帝悔改承认伊的罪过，伊还阁有救恩哦。但是一个人若是拒绝创造伊的主上帝，伊的结局绝对是灭亡，因为伊无够有救恩嘛。圣经讲，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想事别个名，咱会当靠着得救。所以咱一定爱真斟酌这个代志。安尼，伫第10节，伊讲，恁君王应该请我过来，恁世上审判官应该受管教。这个话是一个温柔的邀请。迄个温柔的邀请是啥？我昨的时阵吼，含相亲做伙出去，了后有一个代志我赶紧爱处理，结果我就安尼，就紧的因为佫要上车，所以就拍手机沿路行，迄游览车小姐吼，伫咧头前遐，我行到一个姨妈吼，怎无看到无真斟酌甲看啦，踏一个吼，连安尼着踏着，了后迄游览车小姐，牧师啊，你行路爱看路啦，你感觉伊是咧甲骂，还是咧甲提醒？你老爸讲，明明在咧遐大声甲我讲，真会听到啊！你知影，这就是叫做请我啦，知无？上帝咧甲咱邀请。因为咱若无个斟酌，咱长期落尾安怎？一定灭亡嘛。所以毋好掠做咱做君王，咱就迄个能力会当安怎样啊？会记哩。上帝咧邀请讲，爱赶紧请我过来。这是上帝真正疼惜咱，对咱的邀请。所以咱若晓生出敬畏心来侍奉上帝。伊讲怎样？伊讲赶紧哦，要用
喙来浸囝，浸圣囝耶稣。什么是浸圣囝耶稣？伫希伯来人的生活内底，浸喙有几种意思：第一，表示恭敬顺坦；第二，表示崇拜；第三，表示亲爱友好的情谊。这伫新约内底人用的。另外，佫有一款伊较比较特殊的方法，是用着伊的头壳遐对着头壳遐，鼻仔对着鼻仔，这款的方式来请安问好。这款的方式是咧讲来表达欢迎，嘛表示着对方无搁再是一个人客，乃是对着伊的请安甲合一，有疼惜甲保护的责任。来到伫新约的圣经内底，用一个更较亲密的关系，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耶稣是新郎，咱是新娘，所以迄个关系是更较亲密的。安尼圣经就是咧邀请咱怎样甲伊联合，互基督所做的代志，咱嘛会当做。基督殷勤读上帝的话，尊敬上帝的话，经历上帝的话，了后做出上帝的话。你斟酌，我搁讲一解：基督读听上帝的话，伊尊敬上帝的话，伊完成上帝的话，了后搁啥？做出上帝的话来。基督徒应该拗到这第四坎，上帝的能力会借着伊这个人做出来。咱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遐靠近上帝的人，无论是本国还是外邦，基督徒还是世俗，讲啥个？想要真做出名的人，想要真做出名的牧师的人，安怎真济啊？但是无论基督徒还是外邦人，因真正愿意顺坦上帝的话语来行，还是顺坦因生命的话语来行，无偌济。所以咱要怎样来面对这个代志？今仔日咱要选任新任期的结束的选举，求主亲自启示咱的心，咱是用谨慎的态度来行使咱的权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一张选票，唔是凊彩甲伊交交咧，了就甲落落投票箱内底，乃是咱三甲做伙用心，透过祈祷，求上帝启示咱的心。所以古早你会记哩无？要选举的时阵，遐个人拢会来讲一句话：请恁将神圣的一票、宝贵的一票，来投互登记第一号廖伟利成牧师。神圣的一票，宝贵的一票，迄是一个责任的行使，亦是一个权能的行使，也是一个责任应该来尽的亏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咱会通伫遮个事上斟酌注意到，咱今仔日虽然抑阁用即款方式来选举，但是求上帝帮助咱，就是因为咱暂时的抑阁用即款的方法来选举，咱更加爱慎重恳求上帝赏赐互咱超越性的启示，不只是靠着交情。搁较是求上帝开启咱的心，互咱知影怎样行。因为上主永远的权能咧监察这一切的代志，咱爱伫当中用着知识的力量，甲启示的气力来还原咱的心，互咱知影怎样行，怎样做，及时来把握上帝对咱的提醒甲救恩。咱这是三甲阿头做伙来祈祷。赐平安的主上帝，愿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头。主，愿即时要行使选举的权柄，恳求你伫阮当中扶持帮助阮。
主，互阮超越过阮的友情，超越过阮的经验，恳求你启示的灵，伫阮当中引带阮，扶持阮，坚固阮的心，坚固阮的心，叫阮会通倚靠主，甲你三角同行。互上帝你的心意甲欢喜，成就伫阮当中，将伫这个时刻，伫这个时代，上帝你要所录用的人，透过选票，透过上帝圣灵启示的运行，甲因赏赐显明伫你的教会。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个时阵来邀请咱亲爱兄弟姊妹，即使你伫安乐圣教会，你已经受洗，伫安乐圣教会聚会满1年以上的这样兄弟姊妹，请你徛起来一下。你已经受洗，若是你还未受洗，请你唔通徛起来哦。若是你还未受洗，请你唔通徛起来。你伫即年内底你聚会有过半数，你家己想看觅？你若伫即年内底聚会有过半数的兄弟姊妹，请你游完起来。若是你伫即一年内底会聚会无过半数的，请你坐落来。这是咱圣教会内底选举的法规。所以牧师无完全甲你一个一个算啦。请斟酌注意这样代志，这是咱咧行使上帝国的权柄。上帝伫伊的国度内底监察了解，所以就亲像今仔日的讲题内底，咱爱行行用着敬虔的心来行使这个权柄。好来，咱来请曾德杰曾德杰咧，来甲工位遐佮来帮忙分这个选票，好不？谢谢。即使你若是摕到选票的时，来，好来，慢些，来，等你下。好来，慢些，来，牧师佮甲各位讲一下来，请你斟酌一下咱亲爱兄弟姊妹，请你斟酌一下年满20岁，在位在职年度内底有聚会主日崇拜超过27摆以上，是选举人。选举的人必须要亲自投票，所以呢，咱无委托其他的人投票。第三，你若是伫迄个头前，你摕到选票的时阵，你看到头前有一个架你会当伫迄个架画圆箍还是大鼓鼓拢总会当。一张选票，请你斟酌一下，一张选票会当选2个人尔。一张选票敢会当选2个人尔，无限定兄弟也是姊妹。今年内底无限定是兄弟也是姊妹，拢总会当。就是今年敢若2下，咱今年要选2下尔。所以一张票内底敢会当高选还是宽选2下。所以请你斟酌，因为3下无法度判断你到底是较明白倒2下。所以请咱斟酌伫这个代志。那求上帝帮助咱。好来，安尼这个时阵开始。你摕到选票的时阵请由原牧师甲你拜托这个代志，请咱用祈祷的心来选举，愿上帝伫咱当中引带咱。即使你若已经摕到选票，请你坐落来，请你坐落来，安尼咱就袂重复来换这个选票。了，等咱。国语堂的同工兄弟姊妹，请你暂时慢请选举。咱伫第二堂选了的时阵拜托你唔好过来国语堂去选。请咱会当伫上帝面前有一个敬虔的心。所以咱现此时就选2位。你若摕到这个票，你若已经祈祷煞，你有用心甲祈祷，求上帝来引带你。你若宽选还是高选？了后的时阵，咱会当到头前这个所在来投票。请注意，一张选票就是干那2位。求上帝引带你，互你知影怎样来选举。你选，无论是选到什么人，咱拢爱用着敬虔的心，
来支持伊，来扶持伊。好，是毋是拢已经有摕到选票啊？好，安尼咱就会当进行宽选啊，是高选。了选了的时阵，咱会当到头前这个所在来投票。咱伫国语堂的聚会煞了后，咱会开票。所以惜书兄弟姊妹，恁若要继续甲咱关心的时阵，请咱会当伫国语堂的时阵，做伙搁再来参与关心安尼。大概差不多伫12点左右，莫拗伤济拗加加拗2拗就好，无拆得真费功夫安尼。拗一拗2拗就好谢谢。无对，有摊拄有讲对。今年内底就是选举2个人，上济就是2个人，无分兄弟也是姊妹谢谢。就是最高票的迄2位当选安尼，一张选票敢会当选2个尔，一张选票敢会当选2个尔，谢谢。咱伫台语堂选了的时阵，国语堂就毋好过来选拜托是毋是拢已经有完成投票啊？拢已经完成投票啊搁呀，无紧，搁等，咱搁等一下谢谢。呀，谢谢。来，毋知今仔日咱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无好，咱感谢主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咱的主甲咱的教会三甲同在，甲伊的教会三甲同在。咱的主甲伊的教会三甲同在。所以，互咱会通伫每一届的服侍内底。咱拢是对心内底出于敬虔来侍奉上帝。每一个官兵的实行，拢是咧见证咱是毋是甲上帝三甲同行。就是咱伫奉献的时阵，嘛是安尼。外邦的人会甲因的生命下愿，但是独独只有基督徒是用着感恩的心，定定做咱的主，献上感恩的祭，毋是咱下愿，毋是咱欠亏，是透过这个奉献的行动来表明咱甲上帝的连结。为愿咱伫一切事上尊主最大，用咱的生活来见证上帝同在，并咱是属伊的儿女。咱这是三甲做伙起立来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我要踮你殿中，拍落敬拜称谢，诉说你恩典，笑念你的慈爱。述说你的荣光，
敬拜到永远。耶稣，耶稣，圣洁的羊羔，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踮你殿中一日。卡呀8日千日，心好定甘甜。仰望你的应面，听叹你的声音，我的主来面。耶稣，耶稣。圣洁的羊羔，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踮你殿中一日，卡呀8为千日，心好定甘甜。仰望你的应面，听叹你的声音，我的主来面。耶稣，耶稣，圣洁的羊羔，耶稣，耶稣。愿全能的主上帝，用伊智慧甲见识的灵，充满你的内面，互你做代志、做事、做人，每一个日子，拢得以圣灵同在的引带。佮愿你的身体、你的灵魂，得蒙圣灵的保守看顾，直到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通止境。互你的年日真侪耶和华上帝伫地面上阳光的见证，伫伊的面前真侪伊的欢喜，互你丰丰富富进入伊的赏赐，甲伊圣洁阳光的内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日第一堂的主日礼拜到这告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